大家好，我係周輝牧師。今日我哋繼續邊煮飯邊傾下我哋嘅教會。今日好多傳道同工最疲累嘅就係不斷開會、寫年度計劃啦，搞大型活動去規勸弟兄姊妹傳福音。但係100年前有一位喺英國聖公會嘅宣教士羅蘭艾倫，佢喺中國宣教嘅時候，親身經歷咗1900年當時嘅義和團事變。當時宣教工作一夕之間停擺，呢場嘅動亂引發咗佢極深嘅反思。如果有一日宣教士被迫撤走，西方嘅資金完全斷絕，留低嘅本土信徒到底能唔能夠自己傳福音、建立教會呢？所以佢寫咗一本書，叫做《教會嘅自發性擴展及其受阻嘅原因》。佢提醒我哋，初期教會嘅擴展係自發性嘅，亦都就係教會嘅成員冇受到組織嗰種嘅規勸情況之下，自發咁向身邊嘅人解釋福音。今日我哋要一齊思考下對體制嘅迷思，重尋福音嗰種原始嘅動力。喺呢個蒸鍋入邊嘅肉絲呢，當佢受到熱力嘅時候，佢就會自動咁樣發出源源不絕嘅肉汁。羅蘭艾倫發現，第1世紀嘅基督徒都係咁樣嘅啫。當普通信徒喺小家入邊，佢好真實咁樣經歷到基督將佢由罪同埋恐懼之中拯救出嚟嘅大能，佢就會產生一種自然嘅本能，用佢最本土、最落地嘅語言去同佢嘅親戚朋友分享耶穌。初期嘅教會就係跟隨住聖靈嘅開路，透過一個好簡單嘅小家，信徒去到邊度，家就去到邊度，並且彼此連結，成為一個小教會嘅網絡。佢哋冇乜嘢龐大嘅資金，亦都冇受薪嘅宣教士，佢哋反而係好似病毒一樣咁樣嘅網絡擴展，將福音由耶路撒冷、猶太傳地、撒瑪利亞，直到地極。試諗下，如果福音需要我哋好似推銷員一樣，用盡包裝啦、活動去推銷先至有人要，咁一定係因為我哋將福音變咗產品一樣，而唔係生命。產品先需要推銷，但係生命就只需要繁殖。但係點解今日嘅教會會變成一個高度組織化、極度依賴金錢資源，卻失去自我繁殖能力嘅活動中心呢？有弟兄姊妹問過我，周牧師啊，你拍片呢，點解唔將啲食譜清清楚楚列晒出嚟，一步一步咁教我哋落幾多鹽啦，落幾多豉油？你睇下而家咁大概，我哋好容易煮到出錯㗎。你睇呢一種驚出錯、追求絕對精準、要有標準食譜嘅焦慮，可能就係教會今日嘅寫照。真正好食嘅精米粉唔係靠死板嘅化學公式，而係要讓每種嘅食材喺熱力入邊各自發揮佢嘅味道，自然咁流出，然後先至有自發有機咁樣嘅互相滲透。羅蘭艾倫佢一針見血咁樣話，教會往往因為恐懼出錯，就想用複雜嘅行政組織、統一嘅標準規條，甚至乎係不停嘅訓練同埋資歷標準，以防止出錯。佢反省當時嘅差會唔敢放權俾本地同工，唔信任信徒可以用本地嘅文化去帶領教會，結果扼殺咗教會喺本地嘅發展。事實上，當個組織被建立之後，同工往往花最大量嘅精力去開會啦，維持營運同埋標準。佢只係得返好少嘅精力，真係關心生命。如果我哋用機械化嘅標準食譜代替咗聖靈，結果可能係親手扼殺咗本土生命嘅自立、自治、自養嘅無限可能性。各位傳道同工，各位弟兄姊妹，羅蘭艾倫佢並唔係否定秩序、否定制度，但係佢要帶我哋思考下今日教會嘅現況。佢講過一句好震撼嘅說話：魔鬼會利用我哋嘅恐懼，引導我哋喺新信徒四圍築起各式各樣嘅牆，美其名係害怕新信徒跌倒，其實係想透過奪去新信徒墮落嘅力量，從而剝奪佢哋興起嘅力量。今日
今日我想鼓勵每一位喺水深火熱入邊嘅牧者同埋同工，唔好怕混亂，要相信聖靈喺普通人身上面嘅工作，哪怕係最普通冇讀過神學，甚至乎係目不識丁嘅一個信徒，只要佢經歷過主，有群體同行，佢就有權柄用佢最本土嘅文化喺自己張飯台上邊建立全備嘅教會。我預備好咗啲味菜啦，你將飯台準備好，放低恐懼，信任弟兄姊妹，信任聖靈，迎接自發性嘅增長未呢？我係周輝牧師，我哋一齊喺真正自由、放手倍增嘅神國網絡裏邊一齊食飯。